台中市今年的国庆升旗典礼打算要请消防局的搜救队来领唱国歌，60个消防员来护旗。民政局虽然讲是征求自愿的消防员，也毋过有民代接到基层反弹的申诉。消防员的团体嘛批评讲，安尼做会牺牲救灾的资源，影响到公共安全。屏东工程爆炸造成消防员损失，消防治安佮欠人的问题受到大家关注。不过，台中市民政局23发函予台中市消防局，要求因伫今年国庆升旗典礼要有60人以上的消防员来做护旗人员，佮要有2架搜救犬出席，事前佮要有演，引起基层的倒弹，民众也感觉无妥当。工作范围是在消防这方面嘛，不应该把他们外派到其他的杂项去。那很多基层消防员呢，就有向我们抱怨非常离谱、非常夸张，根本是浪费消防人力。真的要向消防员致敬呢，应该要来改善消防员人力不足的这个问题。目前台中市消防局的编制人员是1991人，有算人员是1901人。不过到8月底，现有的人员缩减了1775人，消防人口服务比有1比1600遐悬，甲消防署定的标准1比13是差真济。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就批评，台中市府安尼做会牺牲救灾资源和公共安全。这样子的行为其实是非常夸张的，就是消防员平常就要负责处理救灾救护的工作了，又要动员消防员去参加相关的这个市府活动，我认为是完全是在浪费我们的国家的救灾资源以及公共安全。民政局强调，国庆典礼是重大庆典，邀请消防搜救队领唱国歌。各找消防员担任护旗人员，接受全体市民公开表示敬意，是采用自愿的方式，也会招义消做伙参与。那个自愿报名，所以至于说同仁他报名的人数是多少，我们目前还在统计中。那如果说那个消防志工的那个报名人数比较多的话，其实针对勤务上面，我们在想应该是不会有影响的。消防局表示，这60位护旗人员会以义消为主，袂影响到消防日常勤务。未来也按算逐年增加人力，互消防人口服务比会达到1比1000的目标。记者台中报道。